续来看，这件是台南有一对马孙仔伫车顶活活来翕死。不过，这个命案是真怪奇。这个阿嬷昨中昼开车载着孙仔到台南的麻豆去收惊，收了，2马孙仔坐起哩，停伫路边的轿车了，就无过落来。到尾阿嬷就互发现死伫车顶，讲这个车的锁匙是有插起哩，有来开电源，但是车无来启动，这个车窗是关起来的。警方初步来勘验，认为并无他杀，也则是自杀的现象。加上这个阿嬷遗体看起来是有掉刷，所以怀疑2马孙仔是意外来翕死的。监视器的画面看到姓黄的阿嬷带孙仔拄收惊煞要离开，过车路行向停伫路边的车，这是伫中昼11点37分。过程当中，伊阁落车2摆去到收惊的朋友的厝，上尾也伫12点38分上车，然后就无阁落车，一直到尾暗仔要6点半，收惊的朋友发现黄阿嬷的车还伫咧。